祝你生日快樂！最近咧送走書就嗰頭送走咗鍾樹根，有成班人喺佢 office 門口唱喜氣洋洋。我好奇怪，我好奇怪點解富亨送走咗黃秋北，點解冇人唱喜氣洋洋？咪咯，所以咧，我哋今日咧特登唱呢首喜氣一洋洋，個就例如，踢走例如，踢走黃秋北，踢走例如，支持阿曼長，踢走例如，事不宜遲，得未？開波，開波，高高高，嚟啊嚟啊！踢走黃秋北，踢走例如。再一次恭喜富亨踢走黃秋北。好，多謝晒。打到黐筋。完啦！完啦！好，做咩？好。